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迷團3，我係阿比。我係 Penny。大家有冇聽過陰陽眼啊？今日我哋請咗一位擁有呢種能力嘅朋友嚟到節目，佢可以見到靈體，仲會解答大家對靈界嘅問題。如果你有咩想問佢呢，記得留言俾我哋喎。係啊，呢個朋友好多時候都會無端端咁同我哋講話，佢見到某啲，雖然我哋係睇唔到，但係真係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影響㗎嗬。其實都係嘅，靈界嘅嘢令我哋覺得好近又好遠。認識咗呢位朋友之後呢，原來靈界嘅朋友係隨時都會坐喺你側邊，但係好彩佢未同我咁講過。係啊，佢有陣時有呢隻異能，識佢信佢就話啫，唔識佢就可能認為佢係有問題，分分鐘俾人拎去研究啊。好彩有份兼職喺中央精神病研究所做研究工作，負責做啲咩？俾人研究。喂，喺訪問佢之前，想問下你呢。上一集呢，我就分享咗我個人嘅一個靈異經歷。咁其實你有冇啲咩經歷可以分享俾大家聽下咁樣？咁我都有啲嘅，但係通常都係聽到聲，我見唔到。咁而家講住一個俾你哋聽先啦。咁我以前呢就住喺外國嘅。咁我講一下我屋企嘅格局先。我間屋呢嘅大門係對住個廚房，左手邊係廳，直入呢就可以去到廚房嘅。廚房前面轉右呢就上樓梯，就可以上去我間房同我阿爸阿媽間房。咁有一日我放工翻屋企啦，咁晏晝我諗差唔多5-6點啦。咁嗰日咁啱我阿爸阿媽放假唔使翻工，咁我翻到嚟就嗌咗聲阿爸阿媽翻嚟啦。咁之後呢，我就聽到廚房有人好似應我咁，但係呢，我就聽唔到佢係咩聲，佢講乜嘢嘅。咁係一個男人聲嚟嘅。然後呢，我就唔理，轉右上房換衫。咁經過我阿爸阿媽間房，我就見到佢哋係兩個都喺入邊。我仲話：咦，乜你哋唔係喺下低嘅咩？咁佢哋話：我哋不嬲都喺上面喎，我哋都冇喺下低。咁我就話：但係頭先我聽到有人喺廚房度應我喎。咁我就即刻衝咗落去廚房睇啦。咁係見唔到有人喺度嘅。咁當然一定見唔到啦，因為其實成間屋只係得我哋3個。如果我阿爸阿媽喺房，都唔應該有人喺嗰度。哇！你呢個故事都好鬼勁，勁在係咩嘢呢？勁在你夠膽走落去睇，你唔怕係賊嚟？喂，大佬啊，外國啲賊有槍噶喎。其實都係㗎，因為我有個露台，行去後邊就係個 backyard。如果有人偷入嚟我哋嗰個 backyard 度，就可以入到我哋間屋。當時都冇諗到咁多，只係想知道係乜事啫。咁你可唔可以形容下把聲係點樣嘅咧？其實我聽唔到佢講乜嘢，咁好似一個老牛聲嘅男人喺度咁樣咯。佢真係咁樣應，咁好似啲人講嗰啲鬼食泥咁，真係好似有啲泥塞咗喺個口度，跟住咁喺度講。哇！你真係好冷靜啫咁。如果係我已經嚇到走咗出去，唔敢翻屋企住。咁其實就住我呢一個經歷，我都有啲問題想問周老師嘅。周老師啊，你好啊，想請問一下，咁點解靈體會出現喺某啲特定嘅地方，好似廚房咁？係咪同嗰個空間嘅氣場或者磁場有關呢？靈體並沒有特別喜歡在哪些地方出現，但是廁所卻是出現靈異事件最多的地方，因為很多人相信廁所是比較陰暗的地方，甚至認為通往靈界的出入口就在廁所，所以有很多人在公廁上廁所時，同樣的地方，白天跟晚上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。咁靈體係咪真係可以模仿人類嘅聲音？咁呢一種現象喺玄學上有咩解釋呢？如果是魑魅，是有可能的。魑魅也是俗稱的精怪，魑魅愛魅惑人，也因為愛魅惑人，所以模仿人聲並不奇怪。相傳魑魅也喜歡幻化成人形哦。咁點解嗰個靈體會企圖去答我嘅？咁係咪代表佢哋想同人交流呢？這個問題就跟上一個問題有些相關。皆因精怪喜歡捉弄人、魅惑人。
咁如果靈體喺屋企出現，係咪同屋主嘅氣場或者屋企嘅風水有關呢？當然了，老師曾經在朋友的家中廚房發現一棵榕樹，從廚房內側牆壁往外生長。該樹其實已經有靈體在。老師馬上拿了羅盤看與地象，發現該樹位於正位，正屬東方，屬長子方。老師並無受託，也就不便多言，所以就趁朋友值夜班時，去他上班的地方告訴老師的朋友，能搬盡快搬走。可是朋友不聽勸，最後他的長子也是獨子，也夭折了。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，有機會再跟大家敘述。咁好似我而家呢個情況，即係我成日都淨係聽到聲音，但係睇唔到靈體嘅。咁呢種情況係咪靈界好常見？咁背後嘅原因係咩呢？除了醫學上所謂的幻聽之外，有些魑魅比較調皮，這些精怪沒有害人的意思，只想捉弄人。所以而後遇到這種情況，不用緊張，只要定下心來，誦念佛菩薩名號，即可安然無事。Jo 老師啊，仲有一個問題啊，有聽眾喺第一集度留言，話問如果遇上鬼咁可以點做？倘若遇上了魑魅魍魎，不要慌張，記得保持正念正定，誦念與你有緣的佛菩薩名號即可。只要不是你所害或引來的，通常只是捉弄人而已。當然也可以依自己本身的信仰去廟裏燒香做祭改解厄，祈求平安。唔該晒Jo老師，多謝。但係其實你之後仲有冇試過有類似咁嘅情況發生呢？或者有冇啲更加恐怖嘅經歷？之後都有好多嘢發生嘅，咁唔知係咪想俾息怒？但係我絕對唔想同佢哋溝通咯。咁其實喺呢間屋度呢，仲有好多事情發生嘅。咁遲下我可以再分享多啲咯。好，講翻正題先。今日我哋請咗一位有陰陽眼嘅朋友上嚟，幫我哋解答一啲問題嘅。佢叫湯馬士。哎呀，早啲識佢咪好咯，起碼可以知道我以前屋企有冇鬼啊嘛。咁而家識佢都唔遲嘅，起碼你而家間屋聽到咩聲都可以問下佢啊嘛。吹過你大吉利是啊！我而家間屋住得好好，我唔想搬。咁因應湯馬士嘅要求呢，佢嘅聲音呢，我哋係經過特別處理嘅。Anyway，湯馬士，請問你第一次發現你自己有陰陽眼嘅時候係點樣嘅呢？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有陰陽眼嗰陣時係，除咗人類，我係細個嗰時見到其他好奇怪嘅物體嘅生物，我嗰時以為都係生物嚟嘅，點知長大之後原來係知道嗰啲係靈體嚟嘅。咁你見到嘅鬼係咩樣嘅呢？我見到嗰啲鬼通常係嗰啲比較普通嗰啲鬼嚟嘅，通常係啱啱離世啊，或者係已經留咗喺呢個街度好耐嗰啲嚟嘅，通常係比較有黑影啊，比較或者係比較個樣會比較模糊啲咯咁樣。可以分幾多種㗎？大概可以分為3-4種。第一種係我啱啱講嘅普通嗰啲啱啱離世嗰啲鬼啦，或者係本身已經流浪街頭好耐嗰啲鬼啦。然之後另外咧就係唔知你有冇聽過，就係喺屋企咧，通常每個屋企一開始咧都係會有一啲地靈鬼嘅，即係本身每個屋企都會有鬼嘅本身。然之後仲有一種咧就係一啲冤親債主啊，即係本身即係可能有仇嗰啲要過嚟今世過嚟報仇嗰啲。然之後咧仲有山妖嗰啲咯，但係山妖嗰啲係通常係喺荒山野嶺行山徑附近會發現到。咁佢哋有冇顏色嘅呢？係有分顏色嘅，但係我通常見到咧，大部分都係白色，然之後黃色同埋金色。之後比較少見到
紅色同埋紫色嘅，因為通常嗰啲係你要喺荒山野嶺啊，或者係啲兇案現場啊，或者係有嗰啲咩傳說都市傳說嗰啲位先至會發現到啊。然之後青色咧係有嘅，但係暫時香港冇咁犀利住。泰國咧，你去泰國咧就會揾到嗰啲攝青鬼啦。咁佢哋嗰啲衣着係點樣嘅？其實衣着就大概係離世嗰陣時會着嘅衫，或者係親人之後幫佢燒嘅衣服咯。但係個衣服有機會離世嗰時嗰個衣服咧係有機會爛嘅，即見到會爛嘅。佢哋個樣係點樣樣？佢哋個樣係會俾你睇嘅，所以會有陣時佢俾你睇個樣係會比較模糊少少咯，或者係影嚟嘅咯。你通常點樣感應到靈體嘅？係視覺、聽覺定係憑感覺咁樣呢？本身我係睇到同埋有陣時聽到佢哋講嘢，但係我冇點樣理嘅。你有冇試過同靈體溝通嘅呢？佢哋通常會講啲乜嘢㗎？我係有試過同靈體溝通過嘅，但係報夢嗰隻咯。之後呢，就係但係其他普通嗰啲靈體呢，即係出面認識嘅靈體呢，就我盡量都唔會溝通，因為比較通常要求啲嘢係會比較麻煩同埋費事啦，所以唔建議大家同靈體溝通咯。靈體通常出現喺啲咩地方？有冇啲地方係特別多嘅呢？其實佢哋咩地方都會出現嘅，無論日頭同埋夜晚。但係通常都係佢哋都會貼住埲牆行，或者係跟住啲影嚟行嘅。然之後咩地方比較多，都係比較少人嘅地方啦，同埋比較荒山野嶺嘅地方啦，例如冇人嘅海灘啊或者山啊，嗰度會比較多啲咯。都係咁夜唔好去嗰啲地方。咁你見過最恐怖或者最奇怪嘅靈體係咩樣呢？我見過最恐怖嘅靈體咧，就係喺我細個嗰陣時去跟學校去 field trip 啦，然之後去新娘潭嘅。但大家都知道新娘潭係應該有啲咩傳說啦，就係個新娘上咗架轎車，然之後有4個轎夫抬過去新郎個屋企啦。喺途中天氣差，然之後同埋其中一個轎夫跣咗落去個瀑布度啦，同埋個潭度啦，所以其他都跟住跣咗落去個潭度。然之後咧，聽講係5個都浸親嘅。然之後我係見到其中一個身穿紅色衣服嘅轎夫咯。然之後嗰時我驚到唔知點樣反應咯。你有冇因為陰陽眼令到你遇到啲麻煩或者危險嘅呢？我平時就冇遇到任何麻煩或者危險嘅，因為我平時係冇理佢哋嘅，直接就算佢哋提出要求，我都係戴住耳機聽住歌，我聽到佢講嘢，所以我每日都冇點樣理佢哋嘅啫。我知道佢存在，但係我唔會理佢哋咯。你會唔會覺得陰陽眼係一種負擔，定係一種能力嚟嘅呢？我覺得陰陽眼唔係一個負擔嚟嘅，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反而係一個能力，因為上天俾得你就係有嗰個用途啦，同埋可以保護我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咯。至少即係有嘢揾佢揾我 friend 麻煩，我都會可以同佢講或者保護佢咯，或者叫佢唔好做任何嘢關於嗰啲觸犯嗰啲靈體嘅嘢。有冇見過啲好鬼搞笑嘅靈體？例如佢哋做啲好奇怪嘅嘢咁樣。呢排係見到一個幾搞笑嘅靈體嘅，佢係一個細路仔嚟嘅，佢以為我會驚啦，但係佢唔知我睇到嘅，但係我一衝過嚟嚇我一跳，然之後，但係我完全冇驚過，然之後行過，然之後佢就係咁跟住我，直到佢見咗佢就走咗。呢個係應該我近排比較好笑嘅一個靈體咯。咁農曆7月有多唔多嘅呢？農曆7月咧係一定會比較多㗎，多過其他月份或者日子嘅，因為比較多人可以由鬼門關咁樣過嚟現實世界啦。然之後同埋因為前幾年因為疫情咧，所以
冇乜人係會出街燒衣紙噶嘛。但係2023年至2022年呢3年都會比較係慢少少嘅，因為呢3年先至開始有人燒翻衣紙啦。其實係咪7月15號咧就係 last day 咧？之後有冇咁多嘅？7月15咧，絕對唔係 last day 嚟嘅，因為佢雖然係盂蘭節，啲人通常會以為盂蘭節咧係應該係會關門嗰日，但係盂蘭節係最晚嗰日啦。然之後關門通常係月尾咯，農曆7月月尾。例如今年咧就係2025年9月23日定26日嘅，佢會關門。同埋我可以補充翻少少資料嘅，就係因為有啲人會問咩時辰係會比較多比較晚，我可以答每晚嘅夜晚11點到朝頭早凌晨1點咧，呢段時間係最晚嗰段時間，然之後最容易領嘢嘅時間啦。然之後另外一個咧，其實係靈體咧，如果你係有陰陽眼咧，個靈體咧係會見到你個身上發光啊，然之後佢就會知道你係睇到佢嘅，然之後佢係有機會揾你麻煩，所以呢個係可以令人注意嘅一個點咯。咁有位觀眾就提供咗一幅相俾我哋，咁當時佢係喺農曆7月嘅時候化寶嘅。咁湯馬士，請問呢度有冇鬼呢？我喺呢幅相就見到有鬼嘅，有幾多個啊？大概有3個，咁係男定女嘅咧？ 2男1女。咁佢哋喺度做緊乜嘢？我哋喺度索緊嗰啲煙，佢哋係咩顏色嘅呢？普通白色嘅。咁佢哋俾到咩感覺你？惡唔惡啊？傷唔傷心啊？定係目無表情咁樣咧？佢哋俾到我嘅感覺就係都係冇乜表情，即係當大家唔喺度咁樣咯。咁佢哋知唔知大家嘅存在嘅呢？佢哋係知道大家嘅存在，因為佢哋有望對方嘅。咁我哋嘅主持阿 Penny 咧，亦都揾咗一幅相，想問問湯馬士一啲問題嘅。Penny 啊，不如你介紹一下呢幅相係咩嚟嘅？呢個係薩爾亞多一個監獄裡面嘅囚犯，佢着住嗰件白色衫。聽呢個人佢講過呢，佢就話佢殺咗好多人，仲承認自己搞咗好多宗謀殺。喺呢張相入邊呢，就係薩爾亞多一個叫做斯卡嘅監獄裡面拍嘅。嗰陣記者係被安排入去做訪問。相入邊個囚犯呢，係俾之前美國政府捉咗之後呢，就遞解出境，原因佢係幫派嘅成員。佢翻到薩爾亞多之後就即刻俾人關入咗呢個監獄嗰度，因為佢係屬於一個叫 MS-13 嘅幫派。呢個幫派咧嘅文化真係好鬼恐怖，成員咧就一定要殺咗人先可以得到尊重，殺得越多咧地位就越高，其他人咧就越驚佢。有啲時候咧，幫派嘅人咧甚至會殺自己嘅屋企人，甚至父母啊、兄弟姊妹啊咁樣，好鬼奇怪。仲有咧 MS-13 嘅每殺一個人咧，佢就會喺身上邊紋啲嘢做個記號，殺得越多咧，紋身就越多，慢慢咧就紋到成個身都冇晒位。到個身體冇晒位嘅時候咧，佢哋咧就為咗俾人知道佢殺過幾多個人咧，佢就開始會紋喺塊面上邊，炫耀自己嘅成就，同時喺幫派入邊咧爭取更高嘅地位。佢哋係非常之享受呢個幫派裏面嘅得到嘅尊重。正係因為咁咧，美國政府咧一見到佢哋啲紋身就即刻捉咗佢哋，仲會即刻遞解出境。咁講多句添啦，薩爾亞多嘅總統咧已經講到明咧，呢啲幫派咧入咗呢個斯卡監獄嘅話咧，就一世唔會再放得翻出嚟。呢個囚犯自己都承認咗，佢至少殺咗10個人以上。咁我哋個問題咧就係想問啦，睇完呢張相之後，想問一問湯馬士，呢張相入邊有冇人跟住佢？睇唔睇到有幾多個人跟住佢呢？我喺呢張相度睇到個囚犯咧，後面係有好多好多嘅鬼魂跟住佢嘅，然之後係仲要帶有仇恨嘅，然之後仲有一啲顏色係紫色嘅。哇！其實今日真係多謝湯馬士嘅分享，佢真係令我哋大開眼界。今日嘅節目咧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
記得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故事，可能你嘅故事會喺下一集出現㗎。仲要記得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哋迷團3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拜。